美西结花代表好格调，过年时有真侪人会摕来装它。前一阵台北市文化局甲工艺师陈夏生登录做无形资产的保存者，希望把这项传统技艺传承落去。蔡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。各种的米色甲花，也就是所讲的中国结，是各种喜庆场合重要的装塔。过年过节嘛，常常看到，是喜气的象征。新年的时候编一个喜字了，像这种都可以在新年的时候送人家。今年89岁当学生，虽然是学理工的，因为嘛伫故宫食头路，不过伊用研究的精神，考证无共所结的官流年份，和这项技艺列入中学的家政课程，嘛出版教学册，是米色甲花的重要传承者。米色甲花对起过文学高级地服装顶悬，后来因为中国经历文化大革命，这种技术将要失传。等到是台湾开始流传，当学生唔那甲米色甲花结合艺品，嘛对文理发想、设计立体造型，结合金属、漆、油彩等等，提升所结的生命到另外一个层面。我是觉得他把从传统中创新，把这个传统的一种。人人都会，最起码会绑鞋带的，会绑结的人，他把这个中国结提升到艺术成分。我说在南北朝的时候，他就这样子挂在腰带上。用这条米色无几分钟，就会当简单夹出一个吉祥夹。当学生讲过去遗体夹咧号名的时，若有现成的就继续用，无就照夹的形体也是过程号名。伊嘛讲甲花通训练头脑，真愿意将技术继续传承。凡是编结，就是一种让你的心情能够平静下来，而且这是一个结子，它可以做装饰，也可以食用。而且不需要任何的工具，随时随地都可以编。虽然来得晚，但是呢，正好的时刻。这个台北市政府文化资产审计委员会认为，米色甲花的工艺有保存的必要，特别公告将当学生登录正做台北市的无形资产保存者，嘛希望这项传统技艺会当继续传落去。记者台北李学凯台北采访报道。